Uncle J 北美生活，今日唔講耶穌，4466拆掂佢。Nail big。今日又嚟講下汽車保險。上一期視頻發咗出去咧，有幾個朋友嚟問下個保單。佢原來個保單咧就係兩個人揸車兩部車兩公婆咁樣，4000幾蚊一年。咁佢個仔啱啱夠18歲，加咗個仔個名上去咧，就變咗7000幾蚊一年，俾多咗成2000幾蚊一年。又係個新牌仔，啱啱考咗個駕駛證，買咗部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問號？部車咧就係值2000零3000蚊，係2006年個 Toyota 嚟噶啦，嗰啲好舊嘅車。咁佢個保費咧都要成1800蚊半年，一年成3600蚊。你認為他的保險貴嗎？咁我就解釋咗俾佢聽，我哋而家買可以慳翻咁多錢喺度去咁樣對比。卯對比，卯傷害。Nice。呢個計劃希望可以幫到你哋大家慳錢啊！如果你想慳錢嘅咧，嚟諮詢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